男人在野外被不拴绳的萌宠袭击，为了自保，不得已才将对方击杀，但事后受害者却反倒成了被告，只因萌宠的主人是小镇的首富威达，同时他也是隐藏身份阴险的巨人族。在警方赶来前，马格纳的伤口就已经自愈，另外再加上他之前砸坏威达汽车的事，所以警方怀疑马格纳有轻微的精神分裂，甚至他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他说的话。体育课上，威达的女儿趁操场没人找到了马格纳，挑衅地说凭借他一己之力，竟妄想与巨人族对抗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就在他准备要放弃的时候，伊索的父亲送来女儿遇害时留下的水样，于是马格纳让学校的老师帮忙化验，如今只要拿到结果，就可以揭露于途工业污染水源的事。可第二天，马格纳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当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准备要化验的水样出现在校长手中，马格纳就明白了一切。他的母亲为了保住自己在于途的工作，竟将水样的事通知给了威达，因此马格纳也被记了大过，手机和电脑也被暂时没收。离开时，他遇到了帮忙化验的老师，正如他预料的那样，水质果真有问题。但屡次失败，他早已没有了斗志。可一次意外竟让他解开了伊索的手机，相册里有于途工业存放核废水的地点。当初伊索就是发现了这个才被灭口。很快他就找到了手机的拍摄地点，眼前的场面令马格纳惊掉下来，那是满满的一山洞的核废水。随后他便带着警察再次返回山洞，可于途的老板威达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，很明显警局里也有他的眼线。果不其然，刚才所有的核废水都已经消失不见，空荡荡的山洞里都出现了回声。Olemme vittiä opiskeli. Sociaalista säästöä. Näistä skilliä. 这一次的行为，马格纳被学校开除，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，他暗中监视于途工业的一举一动，最终让他发现核废水被装船准备运走。下一秒，污染水源的罪证就出现在警局门口。哪怕威达权势滔天，也改变不了铁证如山的实局，但警方却暂时没有将威达拘捕，这也给他创造了报复的时机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两人初次交手就发出金属碰撞的闷响，可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上，即使马格纳全力输出，也伤不到对方分毫。不出几个回合，马格纳就被打成了猪头。可顽强正义的内心不允许他退缩，危急时刻他引入天雷，企图与威达同归于尽。曾经赋予马格纳力量的先知老人将整个过程尽收眼底，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绝对不会看错人。